个平安，平安。咱三个来敬拜，咱唱蛮有能力。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爱的神有你。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爱的神有你。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让我们再次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接下来，咱来唱录音展示上阵。
主，互咱会使亲像因照起死归光。神已听见我的呼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的力。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看主是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已听见我的呼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现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的力。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
接下来咱来唱《全然得胜》。仇敌四面围困我，却不惧怕。主你话语引导我，我就能刚强。苦难试炼追赶我，我却不惊慌。因我知主你已掌权，平静我风浪。我求主带领我全然的神，让我们用赞美的唱，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主你是我的力量。让我们用赞美的唱，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你呼召我的地方不再迷惘，全然的神。就能刚强，就让试炼追赶我，却不惊慌，因为我主你已掌权，平静我风浪，主耶稣，我求主带领我全。神，让我们用赞美的唱，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主你是我的力量。让我们用赞美的唱，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你呼召我的地方，让我们用赞美的唱，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主你是我的力量。让我们用赞美的唱，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你呼召我的地方，让我们用赞美的唱，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主你是我的力量。让我们用赞美的唱，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你为我发声，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你呼召我的地方不再迷惘，全然的神。接下来最后一首，咱来唱《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
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的宝血为我流，你的刑罚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希望受困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何等长阔，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地的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请咱按一声接续礼拜。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娱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娱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信实到万世代。世间情人拢着点睛，虔诚徛伫伊面前，何地歌如世间小事，当阮等伊受事。上帝讲你米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25首 A。万军的主，至圣的厝，是你徛起所在。主耶和华，你所肯大，迄位我大意爱，请咱起立吟全首。万军的主。我。
信仰告别，就是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启用启文37篇，伫圣诗的后壁面，马太福音第6章。无得挂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娘，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还伫饲伊。恁什么人会用挂入互性命
较长一刻久啊。市上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结项五的时，当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所以无伫挂如讲，我毋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独独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伫为着明仔日挂如。一日的艰苦，比一日较业。阿免。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6首。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一件。青翠草坡，互我徛起，带到安静水边。请咱一个吟全首。只
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恩典的主，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学罗你。伫神的主日，阮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献上敬拜甲祈祷。主啊，阮的心羡慕爱见你的面，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摇花阮的主，恳求你施恩赐福予阮。主你知，阮逐个人有无共款的欠缺，愿主你的话临到阮的中间，润泽阮脆焦的心，养饲阮骄傲的心灵。是阮的主，愿你甲阮伫地，怜悯阮，互阮误会的性命得到换新，互阮的生命搁较完全来归属你。愿主你搁一摆来掌管阮的一生，愿阮常常踮伫主你的内面，真正担着主你恩典的滋味。听阮的主耶稣，感谢你将救恩甲永远活的愿望赏赐予阮。感谢你，予阮伫有限的人生，也阁有主你无限的疼痛甲恩典。阮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勇壮，通到80岁。若是安尼，阮若要学习传道者，警醒来问：伫天下的人的一生，着行做什么代志才是好？主啊，求你赏赐阮智慧的心，帮助阮算数逐人阮个人信仰的性命。愿阮搁较专心仰望圣神，愿你使阮有气力，真实为主来活。主，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每一项的事，拢是要互主你欢喜。主，互阮每一工拢活伫你甲人的面前，荣光你的圣名，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主，你是道路，你是真理，是活命，是阮一生真实的倚靠。愿你的疼来吸引阮，愿你的圣神来充满阮。主，恳求你对每一个较无你真道话语的人，愿你的真理甲你的心意指示予阮，予阮拢有智慧、有信心、有勇气，照你的旨意去行，诚做合伫主你心意。一生跟对主的基督徒，愿同心献上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界。这时请献歌队。
即时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2章36节。耶利米书第2章36节。恁圣书走东走西，要过换恁的路啊！去读一摆。恁圣书走东走西，要过换恁的路啊！去看另外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6章18节到19节。18节，要对2项袂意义的事，上帝所画白册的，互咱有大大的安慰，就是咱已经倒撇来去所下伫头前的愿望，咱为即个愿望，亲像灵魂的钉，趴伫场里内，坚固无遗煞。正道，今仔日正道的题目，人为啥走东走西？请曾牧师。亲爱的，这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礼拜堂来敬拜你。虽然阮看袂到你，但是阮一生伫军队中间，阮领受上帝你无限的帮助。伫即个神圣的时刻，你的囝儿，阮整个即个大家族，阮做伙伫礼拜堂静静要听上帝你的话，互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因为你的话，阮就得到通达，目睭就闪开无看迄个虚假。主求你帮助阮人生的脚步，特别扶持阮的囡仔，互因一生无亲像甘露，无亲像无目标的人走东走西。求天父上帝圣神带阮行人生是未个道路，愿你的圣神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对阮光明上帝你的应允。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耶利米书第2章36节第1句，因为无读几句，我为着要帮助兄弟姊妹，要邀请兄弟姊妹，更较专心读到这段话伊的重点。伫咧记载圣经、抄写圣经讲第几章第几节的时，若写着 A， 常常拢讲第1段、头前段；若写 B， 就是第2句、第2段。教会的青年牧师为恁读这段话。有一个真要紧的祝福甲目标。恁的人生有一项真大重要的功课，就是找到生命的标杆，找到你人生中间的目标，一生行一条有价值的道路，这是无比的重要。真侪人3年5年换一间学校，3年5年换一个职业。牧师期待上帝祝福恁。伫恁一生中间，也未开始食头路，也未开始踏入这个社会，恁会通伫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启示，恁找到对足细汉，恁就开始思考，然后找到恁一生中间上帝要带恁行一条真甘甜、有价值、有意义的道路。今仔这段圣经的话，兄弟姊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咱遮有年有岁的人来讲真重要，对恁的囡仔更较重要。因为这段话描写人生中间，通常咱看会到的，就是人生亲像无目标的人走东走西，东奔西跑，敢毋是安尼？咱会当看到咱身边有的人足无彩，伊有能力，但是因为无方向，所以因改换因人生的道路，
常常变换人生的道路，前的拢常常是浪费。因为人生每一条行过的路，拢有伊必然的价值甲伊的意义。亲像咧起一个围墙，起一间厝，咱所贴的砖啊，若常常贴3个5个，你就无爱顶啊！你永远无法度起一间有形有体的厝体。所以人生中间，伫青年、少年、细汉的时阵，有一个真要紧的目标，就是伊找到伊的兴趣、伊的运势，甲伊人生的方向。但是这真困难，因为人拢看到目睭前，独只有历史的主、创造的上帝，伊掌管永恒，伊掌管永远。所以兄弟姊妹，愿这个上帝怜悯咱，互咱一代比一代较好，互咱一代踏伫顶一代会更较头，然后因咱看愈远，会令人明白搁较济的智慧甲奥妙。愿今仔这个礼拜，上帝的圣神对咱在座每一个人讲话。伫咧准备甲恁分享的时，我回想我家己。我感觉我是一个真有福气的人，我嘛为着我行过62年，我感觉真有价值。因为对细汉我的父母带我认捌上帝，这个上帝一直到我62岁，我拢感觉伊是一个我一生中间真有价值，也真幸福。我会当跟对伊，跟对伊的话，跟对伊所定着。我人生中间的道路，我嘛感觉真福气，就是我的一生只有做一个职业，我的一生真单纯，专心只有一条路。我嘛真感谢上帝，予我无常常3年5年换一间教会，我一生会通甲恁做伙，亲像一个家庭，咱做伙贷款，咱做伙起厝，咱做伙养育咱的囡仔。咱做伙民望，特别互上帝的教会真侪真正诚实的教会。我要感谢上帝，今仔日伫恁的中间，咱做伙做祈祷讲，愿上帝互我一生会当听上帝，也愿上帝听我到一生的路话，也愿上帝祝福恁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恁有一条稳定的道路。兄弟，爱将你的愿望心意静静来问上帝。咱会当做真侪切话，就亲像经典讲，人心筹划，上帝决断。上帝决定人的一生，上帝定着人的一生。人会当做民望，人会当做计划，就亲像古早人讲。千算万算，不达天一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成做咱一生的活课。兄弟姊妹，这份的温情写伫耶利米书，这就是为什么我今仔日经耶利米书做旧约的经文，因为耶利米书是一本真重要的先知书，对代表所罗门了后，就是伫主前。耶稣也未降生进前1000年，就是大笔；后来到900几年，就是所罗门王；后来就进入先知的年代，因为这个王国慢慢消退，慢慢衰烂，所以这个国家慢慢无遐尼永驻的时，就出现真多的战乱。迄个时阵，上帝兴起先知，包括以赛亚、耶利米。为什么呢？耶利米所描写的就是以色列人。走东走西，常常改变因的信仰，念伊信这个神，念伊信这个神。因的人生念伊听上帝的话，念伊搁听这个世间的主张、思想、哲学。愿天父上帝通过伊的圣神，通过耶利米书，互咱明白，其实人类的历史常常不断重新改变。耶利米书中间咧讲起上帝甲
以色列人的关系，伊用婚姻、清气圣洁的婚姻来形容上帝甲伊的百姓。耶利米书所讲的上帝，就是亲像一个疼惜伊的妇人人的新郎，伊甲以色列人这个竞选的民族，对所有的民族中间所特别竞选的这个以色列人，伊甲伊当作是伊要一生建立婚姻的圣洁的新娘。这就是耶利米书伊咧讲起上帝甲人迄个关系足特别的所在。所以恁可能会感受到，伫新约中间有讲到，耶稣就是教会的新郎。新约的教会就亲像装他好势、真水的新娘，要来就近这个耶稣，然后成做一个圣洁的新约，进入一个稳定的时代。伫这种的期待中间，耶利米书有讲到上帝，伊心中的不甘，因为伊所听的人竟然婚外情，伊用安尼来形容。因为伊所听以色列人常常无定着走东走西，所以耶利米书一个真要紧的主题，就是咧讲起忠实、专心、坚持、听候。愿今仔日个礼拜牧师甲恁分享的圣经，会当互恁对心中明白，也会当对心中开始思想讲，我要怎样成做一个信实的人、忠实的人。忠心耿耿，一生专注仰望。我一生要选择一条路，对我少年到年老，专心认真行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今仔日圣经要甲咱讲的话。也这咱安静问咱家己，到底我的一生怎样？你满意吗？真侪人真苦楚，伊并毋是真快乐，因为走东嘛无欢喜，走西嘛无欢喜，因为找无到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想要爱得到什么种的人生？我们期待拥有什么样的生命？这就是今仔日的金句。咱所渴望的是什么？所以兄弟姊妹，安静敬虔祈祷，上帝应答每一个人的祈祷，唔通烦恼，唔通焦急。这个上帝永远的听候咱，听候咱伫走东走西了后，咱会当安静落来，甲伊讲：天父上帝，我已经足忝啊！伫这个时阵，我倒来找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这个世间人有一种的特性，坐袂牢，安静袂落来。恁同意吗？今仔日有真侪精神疾病，包括一种病叫做 ADHD。AD 就是专注力不足 ，HD 就是过动。今仔日有真侪囡仔。因伫成长的过程中间，因无法度做好真好的学习，就是因的专注力，甲因过动的倾向，互因伫因的成长的过程中间有困扰。兄弟姊妹 ，ADHD 无介可怕，有一种肉体的 ADHD， 另外有一种叫做灵魂、情绪、感情的。ADHD， 兄弟姊妹，一个人若愿意承认家己走东走西，追求这个上帝，这个上帝的圣神就要互咱安定。亲像代表讲，上帝将伊的话安定伫天，上帝将伊的话安定伫天，永远无改变。伊的意思就是讲，日月星辰所有的轨道永远不改变。咱咧看这礼拜的日食，日环食，真侪科学家拢会当预测
因为每一粒星因的循环，拢有伊一定的轨道。所听的姊妹，咱来到主的面前求上帝安定咱的心，永远无摇动。求天父上帝对恁讲话，大别伊讲一句真苦口婆心的话，伊讲世间人亲像影，因无用刺刺，实在无彩感。我毋知兄弟姊妹，恁有对心中有一个同感？咱一生劳苦、忧愁所得到的，到底是甚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毋是讲人的一生是70岁的劳苦忧愁。愿人基督徒拢讲哈利路亚，人的一生是70，永壮到80。但是其中就是试看上帝稳定的滋味。阿免嘛？愿天父上帝互咱无用刺刺，无彩工，反倒等，互咱的一生对细汉受上帝祝福，互上帝祝福。伫国语叫做祝圣，祝圣就亲像牧师咧主持圣餐的时阵，将这个饼甲伊摕起来，讲主耶稣求你祝福这个圣餐的饼，互伊成做你的稳定。牧师甲伊掰开，上帝若将咱的生命甲伊祝福，伊拍开的时，这个生命就会叫做上帝活命本身伊的本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通过今仔日2节的圣经，无论是耶利米书，无论是希伯来书，拢会当帮助咱看到人生中间一种真明显，但是真侪人受搅扰、无能无力的，就是走东走西，常常找无家己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恳求圣神帮助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安静、敬虔，每一个人伸出你的手，甲上帝祷告，主求你看我，行你爱我行的道路。愿上帝祝福恁享受一生的道路。愿上帝祝福恁享受一生陪伴恁的上帝。愿上帝祝福恁享受恁一生存在的每一日，互你。谈到你感觉讲，我的一生实在是一个有价值、佮幸福的人生。那安尼，今仔日的圣经最主要咧讲起一个真重要的主题，就是专注、坚持、等待。这3项个性拢是能力，有真侪人坐袂牢，对无？今仔日这个时代吼，你若有手机啊，你就手机啊，甲你捆绑啦。绑架，因为你的手机啊中间常常有 Line、有 Facebook， 常常会甲你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啊，你无代无志，你就常常摕起来，甲伊看。当然，这是一个真好的工具。今仔这个时代，基督徒常常有 ADHD， 就是专注力无够，就是伤过好动，无法度安静伫上帝有意义。有价值、重要的道路顶悬，伫伊的圣殿内安静、静静听。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咱的灵魂精英。像今日咱所念的圣诗，第2条圣诗讲：，互我的灵魂精英，为着你的名，带我行伊的路。主帮助咱。所听兄弟姊妹，这是今仔日的金句。我用这段的金句。来邀请兄弟姊妹，恁安静思考，恁的愿望是甚么？恁敢真正确定讲，耶和华上帝，你是我的愿望？代表讲，我的指望在于你。这个圣经不是用问号，代表伊讲，我听候甚么？我听候你，我听候甚么？因为你是我一切的愿望，伊是用肯定句。但是所听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到今仔日，咱要阁用疑问句吗？
也是肯定，伫咱的心中讲，上帝啊，除了你以外，我一生对今仔日开始，无搁再有任何一个主人。上帝啊，对今仔日开始，我无搁再有另外一个上帝，因为无有一个上帝比你搁较值得我一生的倚靠甲军队。愿主感谢咱今仔日的宣告，伊真正成做咱一生的愿望。咱找到一个咱会通用一生来军队乱舞的上帝。虽然咱看袂到，但是咱知影，伊伫什么种的情形、什么种的时刻，伊的确陪伴我。这对圣经中间所讲，人的日子如何，人的日子怎样，伊的力量也怎样。因为基督徒相信这个看袂到的上帝，伫我逐时刻、逐种的情境中间，伊拢是掌管我生命的上帝。伊要引带我，用推用拐，带我行过死荫的山谷，最后带我到安静的水边，最后进入伊永远的圣殿，就是甲上帝合一，享受一个充满稳定甲疼的人生。兄弟姊妹，愿上帝将这种的祝福放伫咱的内底。所以耶利米书伊所讲这段话，其实是带有真深的，亲像一个长辈的唔甘。伊看到伊的兄弟姊妹以色列人，一个遐尼有价值尊严的上帝，为什么我的兄弟姊妹伊看袂明白？所以耶利米伊对心中有真侪一个长辈的着急甲唔甘，伊最要紧整个的批信来讲起上帝的唔甘，但是最后伊所讲的，就是这个人若定心倒来到上帝的面前，因的生命就要领受一生的稳定。所以伫耶利米书的后壁，耶利米哀歌第2章，伊就讲到上帝的恩慈每日透早换新，这是咱的教会常常爱宣告的圣经节。上帝的恩慈天天每一个清晨都更新，这意思就是讲，伫一生的中间，一生到每一日，上帝拢用伊的恩慈来养饲我。所以兄弟姊妹，你愿意经历这种的祝福吗？愿咱伫上帝面前，咱搁定心头了定，咱甲上帝讨讲。上帝，当我的心走来走去，亲像墙头草的时，主求你帮助我。会记得耶利米甲我提醒讲，唔通走东走西，爱定着，爱专注，爱坚持。虽然目前也未得到，但是安静听候，求天父上帝甲恁讲话。所以基督徒专注伫家己的信仰，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甲咱提醒，做代志若无专心的人，有一句国语叫做虎头蛇尾，经常换跑道。愿咱养成一个性格，不是说不要改变，而是不要随便改变。今仔这个时代所追求的，其实就是善变。太容易改变，甚至连你改变的时，你嘛唔知这个改变到底是好、歹、对、唔对。求天父上帝的圣神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因为耶利米书中间有真多的重要，拢用安尼做开始；有真多经文拢用安尼做开始。耶利米书中间常常讲耶和华的话，然后讲临到啦是啥。所以耶和华的话，这种的圣经的开始出现伫先知书中间，是一个真要紧的，唔是讲牧师的话，嘛唔是讲讲道的话，伊是讲上帝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书这本册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咧强调上帝讲话。
当然，伫迄个讲话出来时，会产生无共款两种的态度，一种就是恭敬、认真听的人，一种就是拄久无啥咧插伊，无爱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用以色列人即个历史的记载经文故事，所以咱会提醒，一生无离开上帝的话。这就是代表讲，你的话正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迄个意思。上帝的话要带咱行，伊所定着感动。伫你少年中间，你就看到你的人生的一个方向。然后头壳累累，行5年、10年、20年，还搁咧行。直到有一日你年老的时，你恍然大悟，讲：上帝，我才知影，原来伫我少年的时，你互我的感动，不是偶然。上帝，你互我的感动，毋是无意义的。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坚持咱甲上帝的关系。耶利米书所讲的，就是上帝伊心疼，就是讲伊所疼的心爱人，为什么分外情？这个上帝咧听候，伊用一个深情款款，真正这就是咱伫咧情的中间互相的听候。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咱知影上帝是怎样听咱。牧师拄则甲恁讲的，就是伫即个所在。以色列人到最后，因对心中安尼祈祷讲：当我回想过去的事，当我回想上帝过去所讲耶和华的话的时，我忽然在了解，我一切愿望对上帝来，而且这个愿望。上帝无讲白贼，上帝所讲的话一定信实。上帝伊用各种的慈爱温助，上帝的怜悯用不自觉的爱，会记无？无就讲无有任何的事，无有任何的人会当计当上帝对我的疼。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亲像这悔改的以色列人。咱搁一摆用上帝的话甲上帝讨讲，上帝这是你的话记载伫圣经。我讲阿门。所以你互这个话成做我一生每一日透早。当我每一日天开我的目睭，迎接每一个新的日子的时，是主你的恩慈临到伫我的生命中间。中文的圣经和本并无讲到恩慈仁慈这个字。中文的圣经只有讲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意思就是每一日的生命，每一日的心，新的代志，新的生命，新的快乐，伊无写作明。但是白话字的圣经，因为23节念做伙，所以伊就甲伊讲，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阿门。愿上帝祝福你每一个兄弟姊妹，天天经历上帝的恩典。阿门嘛。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听咱的祈祷，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永远袂改变。希伯来书第6章18节，伊讲有2项事永远袂改变，因为上帝袂讲白贼。对2项代志，第一，上帝应允；第二，上帝所立的约。上帝所讲出的应允，上帝所立的约。无论是对咱讲，还是写伫圣经中间，希伯来书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伊的历史的总结。希伯来书伫圣经中间伊的地位，就是旧约老长所有的犹太人的历史所讲的发生的代志，伫旧约中间所有的，来到新约的时阵，用希伯来书做最后的回应甲总结。意思就是讲，2000年前，阮的阿祖，伊的上帝，今仔日甲阮耶稣以色列人建立的教会的这个上帝，拢共款。所以伫迄个中间记载的话非常重要。希伯来书第6章18节讲，上帝所讲的事、定着的事，2项代志永远袂改变。
就是上帝的应允，上帝所立的约。兄弟姊妹，谦卑敬虔，甲上帝建立你生命的约。你甲上帝讲，上帝我伫遮，然后你甲上帝说，上帝请你来，建立咱甲上帝的约。咱的生命要分别为圣，分别做圣，有所为，有所不为。求天父上帝帮助恁了解，圣经咧讲上帝是信实的，耶和华是好良善，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耶和华的信实，伊的意思就是讲，上帝绝对无讲543的话，上帝绝对无讲白贼的话，伊所讲的话，拢带有亏难。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咱掠条上帝的应允。所以，佮落去即节，圣经安尼记载讲，咱只会追求伊的保守的人，咱受到伊的话深深的激励，咱就爱掠条伊的应允，甲伊所立的约。然后，这个约就是愿望，伊将伊定着愿望放伫你头前的人生。上帝予我有我的愿望，上帝嘛要予恁每一个人有恁但个人的愿望。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心头了定。希伯来书第6章19节讲，因为这个愿望，所以咱心灵这个灵魂的定，咱灵魂的定，咱来定来锁伫绑伫什么所在？伊讲抛在。该等伫帐幕，帐幕就是礼拜堂中间的至圣所，迄个场位。以色列人因的礼拜堂中间有头前段、后壁段，拍开迄个窗帘，伫内底就是上帝家己。所以意思就是，将你的祈祷、将你的愿望，放伫上帝的手中，坚固无摇动。主听咱的祈祷。所以用今仔日的所有的圣经的经文，我想要甲恁做3个祈祷：第一，专情；第二，专信；第三，专心。专情的意思就是，你爱真正将你整个的感情，甲上帝结连。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无用真正的感情，只有用理性。咱真困难，加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这是圣经为什么要用婚约来表明人甲上帝的关系？伊毋是用拟人化、用人的经历来做想象，毋是。伊伫迄个所在要互人知影讲，这种的关系是建立伫上帝的听。第二，咱爱相信上帝的话。无论咱听到什么足济的无共款的主张，但是咱定心倒来到伫圣经的面前。你听到真多的主张，但是咱用偌尔多的时间来问上帝啊，这主张甲你的话有一致吗？是听这个世间的声较重要，还是听上帝的声较重要？恁家己做决定吧。是听这个世间的声较重要，还是认真和上帝的圣经、上帝的话对你讲话较重要？恁家己做决定。牧师已经甲恁讲了，恁的决定恁家己负责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咱做祈祷讲，主求你互我专情伫你甲我的关系，互我真心真性真力真意，伫你的话顶悬，互我成就你的国，甲你的义。伊的意思就是，互我专心用你的教会，用这个信仰的大家庭，用上帝你所疼痛这个分别做成受拣选这群人，这群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我用我所有的感情，
甲因3,000群。求天父上帝甲阮三甲地地，这是应允。耶稣讲：恁若先祈祷，追求上帝的国度，甲伊的公义，所有一切恁需要的，上帝拢要加添互咱。既然相信的人，求就得到，找就拄着，拍门要甲恁开。主帮助恁了解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拄则圣经讲，上帝所定着2项，永远袂改变。上帝无讲袂残。好好想，即句话是当真的吗？咱甲上帝讲，就算做我袂明白你到底有啥物计划，但是我相信，你对我讲的话绝对无袂残。所以求你帮助我，互你的话永远袂改变。伫500几年前，咱的教会的开始，天主教甲基督教，伫16世纪、16世纪，因为宗教改革分开的时，迄个时阵，咱的信仰的长辈，就对圣经讲着5项的坚持。阮坚持上帝的话是绝对的权威，伊叫做 sola scripture， 伊的意思就是独只有上帝讲话。佮有5项。就是我一切，毋是因为我的行为好，上帝祝福我，是因为耶稣基督。这叫做唯独耶稣基督，唯独圣经，唯独信仰，因信称义，唯独荣耀上帝。但是今仔日真侪教会已经无感觉，教会有权利讲绝对的主张。500年后，今仔日的教会，伫真侪今仔日的时代的思想、主张、意念，甚至连教会嘛感觉，教会无权利讲绝对的主张。我同意一半，因为教会不等于上帝，所以教会袂当自认为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绝对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讲这是绝对的，就是若假使这种的主张是对圣经来，我个人我感觉伊是绝对的，无论别人安怎想，若是圣经的讲法，我愿意谦卑承认，我曾好生，我的智慧，我的想法，我的能力，也有真侪。我无法度了解，但是我顺服上帝所讲的话。所听呀，这关咱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咱会记得，咱的信仰的前辈对圣经也好，对教会也好，常常拢咧甲咱指导，甲咱开帖。所以代表伊记载伫诗篇119篇中间，伊讲：耶和华你的话安定伫天，直到永远。耶和华你的话安定伫天，直到永远。耶和华你的话甲天同存，耶和华你的话与天同存，亘古不变。一个是台语，一个是国语，拢是咧讲起耶和华的话与天同存，永远不改变。求天父上帝帮助，独独耶稣是咱一生的主。独独圣经是咱生命唯一的指导，独独是因为主的怜悯甲稳定，咱才做基督徒。独独是因为咱信，所以咱称义。咱的一生的年日，独独是为着要荣耀上帝。人毋是要夸口家己，是要荣耀这个享受活命、创造天地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这就是一个咱的信仰的前辈，上一任的教宗，伊是一个伫欧洲非常受人尊敬、圣经的指导者。后来才对天主教上要紧的教宗，伊面对着教会真侪冲击，伊讲出一句话，伊讲：我一生最大的期待，就会当用圣经的话，甲我教会兄弟姊妹指导指明。因为今仔日
世间人活伫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伫迄个相对主义，人就亲像草，风吹走东走西。伊讲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责任，就是甲人讲上帝的话，教理训练真理，互基督徒不再随波逐流。愿天父上帝帮助，也这恁家己想，建立恁家己的信仰。教会是陪伴者。到只有恁愿意伫上帝的面前承认讲，主啊，我愿意将我一生仰望你。迄个时阵，你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到只有你愿意拍开心门，这个上帝才是真正你一生的依靠。绝对毋是因为恁有感动，伫听到牧师的讲道，安尼就有交业，毋是。信仰是真真正正属伫每一个个人家己的，静静听。愿恁有迄个福气，听到上帝的声。如果圣经若毋是你的主张，安尼这个上帝都毋是你的上帝。你会找到伫你的世间中间有太多太多你的偶像。如果你若无愿意接受圣经做你绝对的智慧，那安尼这个世间真侪你羡慕的迄个偶像，就是你的上帝，包括咱家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无本末倒置。这是顶礼拜我甲恁分享的一个感触。上帝的旨意甲咱的 desire， 咱的欲望，上帝的旨意甲人的欲望，有时是冲突的。所以保罗才会讲：我心所爱的好，我做袂来；但是我所无爱的歹，我无法度拒绝，无法度拒绝。我的旨意，我的欲望，哪会当甲上帝结连？大富大贵，我用这种真粗俗的话，兄弟姊妹，人类哪会当甲上帝追求上帝？咱的欲望甲上帝，咱要食到一个圣洁的生命开始。请唔通本末倒置，混为一谈。最后，兄弟姊妹专心伫什么种的代志？专心伫有价值的代志。时间的缘故，我要将这个主题讲无了的信息，以后才搁甲恁分享。咱专心伫生命中间有意义的代志。人生足短啦，我到62岁，我还无感觉我是学日上啦。其实我已经毋是学日上，我应该是阿公啊。我到62岁，我还想讲，我若要甲跳起来，一竿我就一定跳会起来，因为我还阁停留伫我伫少年迄种的感觉。人生足短，兄弟姊妹，趁少年追求，放落荣华富贵这种的追求。来追求真正有意义、甲有价值的代志。祝福恁，嘛祝福恁的囡仔，互恁的囡仔因的生命，因为上帝伊的旨意甲计划，因的生命搁较有价值。圣经中间有上少有2个圣经节，对恁的默想有帮助。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这句话当帮助恁对有价值的人生做真好的思考。第二，就是保罗所讲，如今所存、现今所存有信心、有傲慢、有仁爱。这2个经文拢会当帮助咱找到什么会当互咱的生命搁较有意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彼得讲，恁着爱约束恁的心。谨慎、专心、谨慎、专心，这就是专注。上帝为着所听伊的人，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愿咱来领受，主将一切祝福放伫咱头前，心头了定，坚固无摇煞。当咱阿们的时，咱的心
真正来交予咱的上帝。上帝的圣神被陪伴恁到一生的路尾，上帝的圣神被陪伴咱到世界的尽头。咱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大、至尊、天顶的上帝，阮感谢你对阮讲话。活命的主，我将我一生摆伫你的面前，求你甲我分别做圣，祝福阮。教会的主，求你掌管所有大大小小、少年人、老人，伫今仔日阮敬拜的时，你掌管阮的一生，带阮到世间的尽头。这是你的应允，是阮心所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203首。天野遍遍达邦国，人人心肝黑暗，本做撒旦的奴仆，情形实在凄惨。天父仁爱大慈悲，养慈保护万民。可惜百姓不拜伊，去拜偶像鬼神。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请咱准备奉献。
安内请曾牧师。伫咱要行平安礼进前，牧师甲恁说着谢。恁伫咱的族群有人看着讲牧师即礼拜去病院，大家拢咧关心讲牧师你到底是安怎？我去做身体检查啦，我甲陈牧师，阮两个人大概每2年，阮拢会做身体检查。检查的过程发现我的肠部，因为我的爸爸的体质就是肠拢较会安尼，所以我对50岁开始我就真注意。我毋是惊死，毋是惊死吼，是因为我感觉讲身躯是家己的。人若袂当家己照顾好势，咱就真困难讲你会当照顾别人所以健康检查是阮基本的态度。即摆发现讲我的肠部有一个所在较大粒，毋是大粒的颗粒，是有一寡怪怪所以医生讲就安排切除所以我隔天呢早上就切除多谢咱大家的关心应该是良心的嘛毋免甲恁做太深的描述但是多谢恁的关心上帝嘛祝福咱大家每一个人拢健康过来就是咱有一个感动，就是讲咱应该慢慢的恢复常态正常化台湾虽然咱的疫情改成还是毋是完全100%，但是慢慢改成咱的这个大环境有较好势。我有想要招中级阁做讨论，讨论了才甲咱大家做报告。讨论什么？就是爱餐我咧想讲，是毋是咱什么时阵要来恢复这个爱餐？牧师有想讲，过去大家这姊妹兄弟负责爱餐服侍的人真辛苦。恁若愿意，恁感觉讲这个休困几个月了后，恁嘛感觉讲，只要恢复，恁愿意加入的恁互牧师知影，恁仍然愿意伫这个爱餐的服侍顶悬。作为服侍这2项代志，望咱会当常态化。今日足欢喜看到真侪出国倒来的咱的亲人兄弟姊妹，这就是常态化一种上好的表现有汉灵对屏东倒来有真侪咱出国的人拢倒来，包括小贤这查某囝婿甲伊的孙仔上帝祝福咱。咱来用这条诗歌做咱的请安。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我耶稣听你，以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咱先来为着启恩祷告，启恩要做新生训练啦启恩要去国防大学升大一这礼拜就要去新生训练，咱来为启恩来祷告启恩来头前了后，咱才为生日的人祈祷。
这只是我来报告，请咱现开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本周的聚会，祈祷会拜三暗8点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青少年团契暂停。查经班拜六暗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伫遮邀请兄弟姊妹欢迎恁踊跃来参加查经班。圣港的服侍下礼拜书会请张世昌执事，领诗请妇女团契，司琴请陈美秀姊妹，司献请房管执事张凤仁执事，招待第一组爱餐咱暂停。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领修。具体交通，第一，7月初5就是后礼拜主日有圣餐，请大家准备心来领受圣餐。请小会员准备心。主日礼拜了后有中集会，请中集准备心出席。第二，7月12主日下午1点，教会音响的使用甲操作的演习训练，欢迎若有意愿要学习的人，欢迎恁来参加，来认捌要安怎使用咱的音响的系统，甲了解音响的特性，特别是咱核心的同工，要安怎直播音响的调整，甲分电盘的功能，咱会当来了解这部分。第三，教会考虑要恢复主日爱餐，牧师头拄有邀请吼，咱若有愿意要参与这个服侍爱餐的人，请会当私下甲牧师来登记。咱中集会讨论了后，才搁来恢复。第四，请咱继续为着生日的兄弟姊妹，求主赐阮祝福，伫因的性命。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的，请按过继人员来更正。台岛的事项，第一，请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祈祷。第二，为着中华中会50周年的事工来祈祷。第三，请咱嘛继续为着总会总干事林丰忠牧师的身躯康复，继续为伊祈祷。第四，嘛为着咱当中身心欠安的兄弟姊妹来代祷吼。第五，请咱为着教会青少年学校升学的因的课业，升高中的名誉、硕恩、语义，升大学的云心、云访、启恩，请咱为因来祈祷。第六，请咱继续为着适婚的青年因的婚姻来祈祷。第七，为着咱的姊妹教会代祷，福林教会、集集教会以及德克达亚教会。报告以上，请咱即时三甲来吟上言圣诗511首。俄罗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赛，天的万民，永远俄罗白囝圣神，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曾牧师祝祷。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
做得到避讳。